天氣炎熱，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好耐冇咁樣報天氣啦。展望隨後幾日，天氣大致天晴及炎熱。未來7日天氣預報。7月21號星期一，天氣大致天晴及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溫係28至32度。星期二大致天晴及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都係28至32度。咁啊呢幾日呢，23號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熱，28至32度。星期四天氣炎熱，氣溫係28至32度。星期五天氣炎熱，氣溫係28至32度。星期六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溫係28至32度。星期日局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氣溫係28至31度。好啦，天氣呢，暫時就報到呢度。我諗我真係好耐冇報過天氣啦。我依家個人都傻傻地，好耐冇講過天氣啦。我諗大家一定有好多嘢都未試過做啊，又或者未試過咁樣傻更更跟住走嚟呢度啊聽下電台嘅，或者未試過，或者唔會知道呢個世界有樣咁嘅嘢添啊，分分鐘。雖然我哋嘅電台暫時都未有啲咩好嘢聽，但係我都唔係好介意你哋唔嚟聽，因為我相信第一次唔嚟聽呢，係我哋做得唔好。第二次你唔嚟聽呢，就係第二次唔嚟聽呢，就係你哋走寶噶啦。所以其實你哋如果覺得有啲咩問題，其實應該係同我講一講。咁睇我睇下點樣改善啊嘛。咁樣大家先會有個咩？咁我哋呢個電台呢，其實就志在為大家提供一個講嘢空間嘅啫，都唔係話有啲咩大嘅，即係有咩特別大嘅唔係有咩特別大嘅願望，好似嗰啲咩紅頭廣播嗰啲啊。開放市民討論嗰個普選嘅通道，我哋唔會講，我哋唔講普選嘅，我哋將軍電台，包括我哋呢個節目《銀河鐵道之夜》都唔會講。你話要教你做數呢啲唔會講。一嚟我自己識做，但係我唔識教。二嚟就啲咁悶嘅嘢，你翻去問阿 Sir 啦，係咪先？冇人問我啦，係咪先？三嚟就話我講完一輪你都唔明啦。不過老實講句啊，老實講句咧，我哋將軍電台咧，建台都3、4年啦，究竟真係做過啲乜嘢咧？我自己都唔知，我淨係知道請過一班會講粗口嘅員工，趕走咗好多客，跟住就喵咁啊冇咗啦。咁點解我又要開翻呢？其實將軍電台同大眾捷運一模一樣，都係我嘅夢想嘅其中一部分。嗰個夢想其實都幾多噶，即係你有冇諗過話？
有冇諗過話可以？有冇諗過做學生會會長啊？做學生會會長啊，做老師啊，諸如此類一大扎嗰啲夢想，你就會諗得出嚟。但係你個夢想最後實唔實現到呢？冇人知。咁你將來個樣又會係點呢？都冇人知。咁依家我淨係可以呢話一樣嘢俾你知，就係如果大家唔想好似佢，唔想好似跟住呢首歌嘅人咁呢，咁啊應該要聽下佢點樣折墮法啦。叮多叮叮多叮多叮多叮叮啊叮多叮多叮多叮叮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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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叮叮叮。落街我冇錢買麵包，靠聲我又怕被人鬧，好幾次隻鵝貓，唉受了飢寒我開聲喊，皆因途中飢餓，我裡面都只係戰鼓敲，最西平日結交埋一班損友任性就胡鬧。阿爹勸極我完全唔受教，皆因懶趕出校，我嘅頭毛跌到似花棚，剩得周身衰格扮到就唔似男人貌。前一墮周身咬，總之係猛使，若冇錢過賺，翻價總即刻炒，卡碌爆都冇乜效。借錢多多也是冇做交，奸轉車大炮，平手學到就失到咁教，我嘅心容易殺，又怕我難容在世，只怨自少你不聽管教。奉勸人難弟要關防，免使子女學我咁污一首 acapella 粵劇嘅改版《帝女花》呢，就完結咗今晚銀河鐵道之夜嘅呢個節目啦。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啦，拜拜。朝夢
へと旅立つさんざめく銀河の光はいざなうこの胸にある愛しき人へどんなに離れても思いは消せない心はいつもあなたのそばに